牙刀的讲话，一人1分钟，无牙刀的先莫讲。开始。为着要甲大明王船打出来，就要照上正办的手路，无就是偷工。无爱用古早的材料，若是用现代科技，也是化学品，安尼就是减料。借问者，即马是要去对找石头挖出来干了？无牙刀的先莫讲啦，继续。你敢有去受逼无？无嘛，讲到是着钱，哼！ 1分钟够啊，换我啦！就算我有法度找人特别生产你讲的迄种材料，迄嘛是现代的材料，不是明朝的。你若准用现代的材料，佮用明朝的做法做出来的物件，都是明朝的古董性。我嘛唔是要做古董啊，我是要遵照上正版的手路，安尼就是心意。卖插嘴，有默契。你讲的生意都是开大钱啊！阿芬啊，小甲讲者，做啥物代志拢爱钱，都是医生上重要，对吧？多好啊！无问题。礼拜啊你，我要了，真咱两人总算是离婚啊！我要会当较轻松的，结果咧，我搁来恁兜替恁煮饭啊，即马都要替恁做公亲，恁两个人，想要替娘